咱来先祈祷。天父在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我要来参加学习温柔这个功课。愿恳求你的圣心伫阮的中间，祝福阮这个时间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顶礼拜咱有讲圣神的果子温柔，我有讲圣经内底温柔的假是真少啦吼。不过我今仔日这个地方嘛是还够温柔的，因为耶稣有讲到温柔的代志。这是10几年前我有去玉山城隍教册，有一个院长甲我讲2礼拜后的师生的礼拜要请你讲道。因逐礼拜拜2拢有师生的礼拜，讲要叫我讲。你爱讲你爱讲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我问讲是安怎？你甲我指定这个题目？伊讲因遐逐个老师拢一人经有8号咱拄仔看迄个，咱今仔日的诗篇的启应文是耶稣讲的8项福气因一礼拜请一个老师讲一个福气啦。我讲你是安怎叫我讲这个？伊讲坦白甲你讲啦，这个无人会晓讲，因为温柔的人甲承受土地一点仔关系都无。咱拄仔读迄个启应文忧伤的人要得到安慰，摇饿要得到饱，这真简单，真logical，敢毋是？温柔的人要承接土地，这有啥物关系？伊讲你著教讲道学，你爱讲。我老实讲，2礼拜佫用足侪时间在想这个代志。顶礼拜前顶礼拜我咧准备圣神的果子温柔的时，我有想到这项代志。到底我要讲还是讲？到顶礼拜我还未决定。顶礼拜咱去楼骹迄个地饼了，应官兄来找我，讲牧师。耶稣有讲温柔的人有福气呢。我讲敢若中国真感谢应元兄，伊还佫会记得这个这实在是真宝贝的所在。伊甲我讲耶稣有讲温柔的人有福气，我才讲我知影，我后礼拜要讲个，所以我今仔日感觉要讲这个温柔的人有福气，接受土地的代志。咱今仔日有读诗篇37篇第1节到11节，这首诗是大笔写的。大笔是安怎写这首诗？无人知。我去看注解，一人讲一款。我无想要爱知影讲伊讲，主要伊是讲，咱都爱听候上帝，毋通为着做歹的人伫发展安尼，你伫遐不平，你都爱听候上帝。伫第11节，伊讲伊第11节，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出来，拜托你创出来好无？迄 PowerPoint 有诗篇伊拢总伫第9节嘛，头前佫一个第9节对第9节开始，伫诗篇37篇内底有5摆代笔讲要承受土地。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这句话毋是耶稣头一个讲，这句话是大笔大声讲，确定恁就看会到。第37节是伊讲叫咱着爱听候上帝，毋通因为做歹的人发达，咱伫遐咧。伊讲因为做歹的人会受遭灭，总是听候上主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这是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这来比上大声讲的，是安怎伊讲这？我来讲，我毋知。第11节佫落去第11节，咱所有中文的圣经甲台湾的圣经，拢总犯做谦卑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总是英语的圣经拢是写温柔 （meek） （M-E-E-K） meek， 原文嘛是 meek。中文拢翻做谦卑，毋知是东方人较会当了解啊，毋是？总
你看第37章的第11节咯，耶稣伫迄个马太第5章第5节，迄句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要承受大，差不多是即节圣经耶稣规则个摕来用，这是可能咱真少知影的代志吼。啊，过去吼，第22节佫讲一摆，上主赐福的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，又佫讲承受土地，啊，佫来29节的看到29节，义人会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啊，第34节，伊讲着听候上主，遵守伊的道路，伊就高升你，互你承受所应允的土地。代笔伫遮讲几啊摆，你是义人，你听候上主，啊，遵守上帝的道路，你拢会当承接土地。这承接土地这项代志吼，甲温柔的关系吼，代笔上大先讲的，耶稣有安尼讲无毋对，因为我是对玉山新人的学生在讲道吼，我今仔日的题目恁有看到？我迄个题目后壁一个 question mark， 啊，佫一个感叹号。我来讲，我头前家先对迄个 question mark 先讲。我甲玉山新人遐学生吼，因为因拢要出去做护士，我甲因讲，恁想看觅有一日吼，有一日，恁去一间教会，啊，恁要去找到一间新的教会，啊，人甲你 interview， 啊 interview 吼，阮做牧师的拢会访问即个问题。你伫你的牧会上间。你感觉你上界你的 strength， 你强的所在伫个？我讲，人若甲你问即个问题是，你会安怎应？我讲，你敢会讲哦，我的 strength， 我的强的所在就是，我做人足温柔的。我讲，你若安尼甲人应吼，你想人会互你去遐做牧师无？咱爱的牧师拢会冲迄款的呢吼。什么？你讲我的特长就是温柔。温柔连头路都摕袂着啊！要承接土地，要甲谁承接土地？我搁用一个例，我讲，譬如讲，恁老爸留一块土地吼，伫台北的信义区上好的地段，几啊百平伫遐。恁兄弟啊，逐个拢总要，逐个要分财产要来分啊！咱定来听，为着分财产，逐个冤家落偌济。你真温柔哦，你真温柔。剩咧恁遐个兄弟啊，拢一个比一个较无温柔。你想你分会着袂？你想你会当分着袂？照人实际的情形，社会实在的情形。温柔的人无可能会当承接土地啦。咱对面迄个老大直直讲台湾因的嘛，顶当着就要甲咱拍，要讲即地我的。为着土地，拳头母较大了的人讲话就较大声。苏联对 Ukraine， 咱拢在看，拢嘛是土地。温柔的人要承接土地，敢有可能？耶稣讲即句话是吼，伊的国家吼，互罗马帝国霸占呢。罗马帝国摕因的土地呢，啊，伊伫遐讲温柔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若准你伫遐听到伊讲即句话，伫款情景下面，你安怎想？你咧讲古咧，要安怎了解即个？我伫玉山时人去准备去讲道的时候，我想足久的。到尾啊，我去想着，感谢上帝开我头一条路。你会记顶礼拜我有讲迄个温柔的迄个定义。温柔吼，普通人咱拢讲温柔是一个人软高高，顾在人爱，迄落人叫做温柔。毋是啦，我有讲伫中文。甲台湾话，咱无法度通找到一字，会当拄啊好表达用迄个希腊文的 proudest 迄句的意思。迄句的意思是，虽讲真温柔，总是伊真有力，真有原则，伊真坚持。我有用一个例讲，
亲像一只野马，一只野马你已经训练到吼，伊真有力，总是会顺服，会听你的话，迄是真正的温柔。对安尼吼，我去找一寡，今日我要讲互恁听，所以我这部提前讲就是10几年前写，我有小可改，因为我伫玉山县啊，我用一个，我用过来的人的故事，头一个吼，我用玉山县以前的院长高俊明牧师，恁中间较少年的可能唔知影高俊明牧师是哪，高俊明牧师以前加拿大 MV 台湾长老教会的总干事。伊吼，我头一遍甲伊做伙差不多3礼拜久。迄阵我大学拄啊考了，啊，阮爸叫我去参加一个伫玉山新学院，或者国际昆罗营 Work Camp， 对美国、对日本、对琉球有真侪青年来啊。迄个时阵拄啊，伊叫我去参加迄，阮伫遐吼，逐早起5点开始去做工，因为日头真大，阮早时啊5点开始去做工，阮去甲玉山新学院乌一个篮球场起来，迄乌3礼拜呢，啊一寡少年，阮5点开始做工，啊中昼吼就休困，真好过日啦，敢若早起迄段时间较艰苦。高牧师迄阵伫玉神伫做院长。伊逐早起5点拢来甲阮做伙做工，拢来甲阮做伙做工。我伫遐有2、3礼拜久，真正甲伊做伙生活，一个足谦卑，讲话轻轻仔来。阮若讲啥物代志，伊吼做会到的，拢总马上甲阮说出来。阮真正是足尊敬伊啦。甲伊开玩笑，伊老虎手，阮拢叫伊虎的。伊甲阮做伙生活3礼拜。伊伫玉山县你知影经济无好，因开垦甲学生开垦迄山哦，去种柑仔摕去卖，来做学校的路用。高牧师普通学期中嘛是甲学生安尼劳动服务伫遐做，伊真正是足温柔的人。这个人格者，伊后来做台湾长老教会总干事。做一项代志，我相信咱中间真侪人知。伫1977年，伊用总干事的身份，用台湾长老教会的名发一篇人权宣言。迄个时阵，台湾还阁戒严。伫迄个人权宣言的内底，伊呼吁政府，就互台湾成做一个新个独立的国家。迄是抬头做呢，伊真正有迄个勇气做迄样代志出来。对1977年开始，迄个情啊就开始啊，特务来找伊啦，惊去到倒位拢有人在甲对。即个代志，咱大家拢知影有即款代志。一直到1979年的高雄事件的时，政府找真侪空帮啦，为着唱施明德。你叫高牧师去甲政府讲施明德秘伫倒位去摕足奖金，伊无可能做即个代志嘛。总是施明德来找伊，无你是要叫牧师安怎做？所以伊甲因帮忙，结果代志爆发，伊互掠去关。伫1980的4月，互掠去关。伫监狱内底，迄个时阵，甲伊做伙掠去关，有一个林文珍长老，是阮宜兰的一个出身的妇女，伊有哪互掠去关？伫迄中间，文珍长老的老母过身，伊对当局申请讲要去参加因老母的葬式，不准。高牧师为着安尼，伫监狱内底绝食，真正绝食，毋是为着伊家己。伊为着林文珍长老，伊伫遐绝食，到尾啊，因有互林文珍长老转去参加老母的葬式。伊是即款的人，伊对监狱内底，逐礼拜拢写一张批出来，
我迄阵住伫阿伯达，我有接到迄个教会广播，逐礼拜拢会接到。我接到教会广播，头一项就是看高牧师即礼拜写啥物物件。伊毋捌讲伊伫内底偌艰苦，伊毋捌伫内底讲伊伫内底，拢总是伫鼓励大家，着爱敬畏上帝，着爱，拢总用信仰的话伫遐伫鼓励我，甲保罗真共款啦，伫鼓励外口的信徒。伊过身的时，曹长青写一篇文章纪念高牧师。伊伫内底记一个，原来是政治犯，我无要讲伊的名，互蒋介石掠去关的政治犯。伊讲迄个人吼，嘛有对家内底写批出来，写批出来拢直直讲内底偌热拄偌热，偌歹住，啊食是偌歹，啊就叫厝的人讲恁要来时，甲我炸啥物来花食，拢伫写遐。伊讲高牧师毋捌写甲一句遐个代志。拢总是用信仰话伫鼓励人，这个人是人格者。老实讲，我毋知高牧师有拖偌济土地啦，我毋知，我想是无啦，到伊退休了，伊住伫台南一间厝，迄是过培峰先生起的一栋迄个 apartment， 内底留一间。互高牧师甲牧师娘去住，伊若有土地，伊毋免去住迄个所在啦。伊真正无咧，列位，伫遮我要讲的是，耶稣所讲的吼，要承受所应允的土地吼，毋是伫看迄个会使插地皮的土地啦，毋是啦。你对高牧师看，你知影，迄土地是。这个八福是耶稣是咧讲上帝国的伦理啊。忧伤的人哪有福气？总是因要受安慰。温柔的人普通时啊拢在风边，总是因要成就到。这个土地毋是用抢的，毋是绝对毋是。这个土地有更较深的意思在内底。搁一个人我用的吼，是南非已经过身的总统。Nelson Mandela， 去讲到 Nelson Mandela 是原来是中欧人的，这是上帝感迄个恩典的所在。我迄阵吼伫台湾头半年，我拢转来加拿大看囡仔一摆。我一摆伫飞机底吼，看到一出电影，我较顶来甲恁讲，是曼德拉的电影吼。曼德拉这个人吼，伊少年的时读法律，真聪明的人，伊读法律，伊拢伫迄个南非的卫理公会学校受造就，一直到大学读晓。伊当然反对南非的人种隔离的种 apartheid 吼，迄个政策。伊少年的时候参加游击队，想要用武力解决这项代志，啊去互抓着，去别人的政权抓着。伊当然毋认罪，应该判无期徒刑，伊为着安尼，伫监狱内底关27年。我感觉伊的遭遇甲摩西真共款咧。你会记摩西少年的时，嘛是看到一个埃及人伫欺负因的同胞，伊出手将迄个埃及人拍死。为着迄个代志吼，上帝甲拖去。缅甸的过洋过40年，曼德拉为着武力的代志去关27年。伫这27年的中间，大家看是灾难，对伊来讲是一个大改变。18年久，伊关伫南非的西边的一个岛的顶头，做 Robben Island。听讲迄个所在，伊关迄间房间还阁留咧，做一个博物馆。伊伫遐足无好过。总是伊吼，伊是一个真温柔的人，不过伊真原则。伊伫监狱内底吼，当然遐顾家的别人，当然用甲伊画的，嘿，安尼甲画，伊拢抗议啦。伊讲恁袂使用甲我嘿，嘛袂使干那甲我叫我的号码，
你爱叫我 Mr. Mandela， 那你是国家，你要参与无？大家拢唔参与嘛。甲伊做伙官家遐滥游吼，开嘴合嘴嘛，拢叫伊 Mr. Mandela， 迄是得甲讽刺。总是伊不管，伊一直坚持。到1980年的尾后，伊伫国际上渐渐引起人的注意。别人的政权拄着压力，有甲伊讲要放伊出去，伊完全无要接受。伊甲因讲：我是一个犯人，犯人无订契约的权利。你若要甲我订契约，你爱放我出去，爱甲我回实的，我才要出去。这款人，伫监狱内底，互人讲看好是真废气的犯人，真废气啊！伊毋是为着伊的尊严，伊安尼。我读过伊的一本册600几页，我敢若读300几页那点，叫做《A Walk to Freedom》，《A Walk to Freedom》。伊伫内底讲，伊伫迄个岛的顶头，互人安怎款待。我印象上深的是，有一摆伫外口足热的，伊去甲迄看守讲，恁会当一点水花？你知影因安怎啦？因叫伊跪落，用石甲伊钻。是即款的款待呢。伊到尾啊，别人的政权知影国际压力真大，无放伊出去袂使，有要放伊出去。迄是1990年的代志。伊要出去的时，伊讲一句话，非常出名的话。迄个意思是讲当我行出去迄个监狱的门，要往自由来行的时候，我知影。伊讲我知影，我袂使搁定定去想因安怎歹款待我。我若安尼的时候，我无出家，我还要搁伫关家。即句话伊讲啊，伊要出去的时，伊有照觉哦。伊讲我知影，过去遮个代志，因安怎歹款待我，我若要定定去记遐个代志的时，我到底互关家无啥物无共款。所以伊伫迄个时阵。选择下面袂记，为着南非，伊开始献身。伫1994年，伊互人选做南非的总统。伫总统的就任式的时候，伊做一项代志，世界大家看到拢后要惊着。伊寄邀请函，互遐伫监狱内底该歹款待遐狱卒、遐看守，请因来参加伊的就任式。大家接到迄条的时候，我要惊死啦！但是要安怎？这是有影要请咱去也无影，大家毋知要安怎。伫迄个就任式的时，伊特别甲遐个人说道谢，甲遐个人讲我知影，我伫监狱的时候，互恁真费气，互恁毋知影要安怎，我甲恁回实的，感谢恁对我的磨练，若无恁，我无今仔日。你看这个话，伊伫公众的面头前安尼讲的，伊总统这位也无好做啦。白人当然惊讲，伊即摆毋知要安怎。黑人咧，黑人感觉讲，即摆咱政权咱的啊，来算数啊，伊拢无，所以伊的同胞嘛真侪袂了解呢。你睇安尼，例如咱嘛加减嘛有嘛，变啊选调的时，咱嘛是安尼想嘛，敢无？咱加减拢有啦。伊感觉清算未解决代志。伊成立一个叫做 The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， 迄个真理甲复和的一个委员会。伊请当时真受人尊敬的牧师 Desmond Tutu 这个大主教出来主持。
毋是要报复，是伫遐无过身的人，到底是死伫倒位，安怎过身？因叫遐白人的警察来，即个人恁当时家掠，啥物代志发生？讲互遐家族听，毋是要清算，是要和解。代志已经发生，无人有法度通改变即个事实，总是为着国家的前途，咱爱和好。Desmond Tutu 讲，伊坐伫遐吼，逐日听即个悲惨的故事，听2年外，伊嘛听甲真忝。总是即个过程无过袂使。曼德拉做即项代志，为着因的教。但我拄仔甲恁讲，我真偶然的机会看到一个电影，我真罕伫咧看电影。伫飞机顶无代志，我看到迄个电影号做即个名，我有写出来。恁转去吼，若是有当找着吼，去找即个电影来，打不倒的用做。迄字是拉丁文啊 ，Invictus， 吼。伊即个故事的背景，我真简单讲啦。南非吼，到迄个时阵吼，有一个真 popular 的运动是橄榄球。毋过橄榄球拢只白人在拍，你知橄榄球是对英国开始的嘛，所以拢是白人在拍。黑人对橄榄球一点仔趣味都无啦，因嘛拢无啊。啊，白人嘛袂招黑人来拍橄榄球啦，所以橄榄球就是白人的。啊，有一年1995年吼。南非要主办橄榄球的国际比赛，曼德拉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吼，所以伊吼挑工安排，伊本身去甲遮个白人的迄个橄榄球的人讲，遮白人的橄榄球队的人普通嘛是感觉讲，啊你是讲懵讲啦，你做总统你无安尼袂使，你是讲懵讲。啊嘛无要信伊啦，无讲真信用伊。伊想尽办法，伊想要将即个机会鼓舞黑人甲白人，为着像咱即摆奥林匹克安尼吼，为着国家的 honor， 大家会当有好好的机会。有一日吼，遐白人伫遐伫草场咧练球。总统的直升机飞来，停伫遐，拢无甲恁讲，因拢毋知，伊来，曼德拉对飞机顶落来，落来时甲因 say hi， 啊，逐个总统来啊，你无，逐个拢停落来甲伊讲话。伊吼，一个球员的名拢叫会出来，显然伊伫总统府毋知做偌济功课。看甲足清楚，伊每一个人的名叫会出来，毋但安尼，会晓问因的家庭的代志。这吼，我看到这时吼，阮做律师的都爱学这啦，你知无？袂使毋探访啦，这是真正的代志。伊一个遐白人吼，感觉这个亲切感拢走出来。真正是无简单，以前对迄阵开始吼，伊甲因合作，伫遐为着即个比赛甲因合作，甲总统府合作。电影中间有一幕我永远袂记啊！迄阵电视还阁无啊，迄黑人当然无电视通，毋过因有对迄个收音机咧传播，啊一寡警察吼。就因咧上班的时候，啊，就徛伫遐无代志，所以因就车底的收音机传足大声，伫遐咧听比赛情形，袂当去看嘛，干伫遐听比赛情。有一个黑人囡仔吼，我去车边要听吼，去头迄警察甲赶咧，甲赶，啊，黑人囡仔就要听嘛，就愈行愈晚，啊，到甲上帝保庇。南非真正赢啦，真正赢！哇，大家徛起来，伫遐大声伫咧，遐警察吼嘛呢，听到讲南非赢是，伊嘛足欢喜的，去抱迄个黑人囡仔起来跳舞呢。因为
我感觉迄出电影真正真够安排，黑人甲白人的好好。开始比赛时，还搁在改赶，总是南非一个赢，迄警察去抱迄个囡仔起来跳舞，足水的一部电影。我即摆小丽登去台湾哦，伊毋知是倒去看到，伊写一个email甲我讲，即出电影你爱去看，足好的。我甲伊讲，我看了我搁写一篇讲道咧。即摆我咧讲互恁听。因为曼德拉吼到伊死吼，接受足济奖，有诺贝尔的和平奖。伊偌济土地我毋知啦，伊偌济土地我毋知，我毋信伊偌济土地啦。互关遐尼久，伊是要摕到对伊摕到土地，叫伊去插地皮，我相信伊也无啦。迄个人的人格。伊的土地是啥？伊的国家就是伊的土地啦。遐个百姓是伊的土地啦。上帝交代伊去承受上帝的土地。上落尾，咱来讲耶稣啦，毋是咧讲，毋是讲无讲耶稣袂使，我才讲耶稣。事实咱来讲耶稣。我捌讲过，圣神的轨迹，咱几礼拜咧看遐圣神的轨迹哦。耶稣的生涯内底，迄逐个拢会，你拢看会到咧。保罗就是看到，保罗毋捌拄到耶稣，伊敢若听人讲耶稣若听，伊对耶稣的教示，伊写迄9项出来，拢是对耶稣的身躯看到。伫世间，伊毋捌怨恨人，伊用忍辱款待人。总是伊无互人软头深骨，应该坚持的所在，伊有坚持；应该责备的所在，伊有责备。伊偌温柔，伊温柔甲囡仔拢要找伊呢。囡仔要找伊，囡仔无随便要找咱即落呢。若毋是你真正，咱普通，我一个朋友讲哦，或者讲一句话，讲做面貌温顺向界界。咱普通拢面貌温顺向界界，温顺甲囡仔要找你吼，囡仔第一老实的。耶稣偌济土地，上出名的一句话，马太第8章20节，狐狸有空，白鸟有寿，我连看头壳的所在都无。耶稣哪有土地？总是你看今仔日耶稣偌济土地，全世界用耶稣的名所设立的教会、所设立的学校、病院、慈善机关，这拢伊的土地，敢毋是？咱即地嘛，伊的土地呢？耶稣的土地伫倒？伫遮啦，伫遮。迄个时阵，伫统治犹太国，我拄有讲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靠武力，有迄个时阵占真济土地园啊。即摆遐土地啥个？即摆遐土地啥个？无啊嘛。罗马帝国偌济土地，敢若历史的课本咱才读会到，拢无啊。拿撒勒人耶稣。温柔的人，伊真正成就土地。今仔日我的讲道吼，我讲开始的是一个 question mark。我有甲恁讲，迄个温柔人甲承接土地是偌尼互相矛盾，总是经过咱三甲安尼想，看这三个人，看这三个信仰的前辈。温柔的人要承接土地是惊叹号，真正是安尼。最后我要用咱大家拢真熟的一站圣经，腓立比第2章第5节到第11节，这是保罗写对俄罗耶稣的一节圣经。
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，恁就有耶稣基督的温柔。伊原本有上帝的身份，却无滥用甲上帝平等的地位。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，出世甲人相款，用人的形体出现。伊自愿谦卑，伊自愿温柔，顺服到死，甚至死伫十字架顶。因为安尼，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，使伊超越万名的名号。安尼，为着敬重耶稣的名，天顶、地上、地下一切骹头有拢会跪拜，大家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来荣耀父上帝。阿免，咱来三个祈祷。就是要感谢你，互阮对阮的主所讲一句话，八福中间的一句，阮对阮信仰的前辈看起真好的脚迹，阮对阮的主的心上也看起你，伊的温柔真正承接土地。恳求你帮助阮，为谦卑的温柔，学伊的款式。学阮这信仰的前辈的款式，来承接你交代阮，你应允阮的土地。阮感谢你，圣神伫阮的中间对阮讲的话，祈祷奉耶稣的名。